呢個係舒緩咳嗽嘅練習。而家可以揾一個安靜嘅地方，預備一杯水，然後稍稍調整一下坐嘅姿勢，讓自己坐得舒服。跟住落嚟嘅練習會分為3個部分。我哋將會用水嘅流動作為身體感官嘅引導，溫柔咁滋養喉嚨，亦安撫心靈。如果感覺到咳嗽嘅衝動，可以提下自己，帶住溫柔嘅心，容讓接納佢自然嘅發生。第一步，可以先輕輕攞起水杯，感受一下由杯身傳嚟嘅溫度，傳到去掌心，然後飲下第一啖水，先含住佢，唔使急於吞咗佢嘅，讓佢好好濕潤成個嘅口腔。而家可以慢慢將佢吞落去。同時感受一下啲水由口腔流到去喉嚨，進入到去身體嘅深處。跟住落嚟再飲第2啖水。喺飲嘅時候可以同時放一隻手喺個心口，感受下慢慢飲第2啖水嘅時候，水濕潤口腔。吞落去嘅時候，水滑入喉嚨，流向胸口嘅時候，會唔會帶少少涼意嘅呢？跟住可以攞起杯，飲第3啖水，慢慢用鼻吸氣，吞下呢啖水，然後用口呼氣。而家稍稍感受一下身體喺完成咗呢3個步驟之後嘅變化。如果願意嘅，可以再重複多一次呢3個步驟，去留心一下飲水嘅時候口腔、喉嚨嘅變化。而完成呢個練習之後，亦都可以有意讓注意力擴展，感受一下而家整個嘅身體，此時此刻嘅感受、變化。而無論係點樣嘅感覺都好，都可以試下保持住一份開放溫柔嘅覺察，去留心一下佢。如果可以嘅，亦都可以感謝一下手上邊嘅呢一杯水，以及感謝一下呢一個身體，默默完成咗好多嘅工作、責任，以及無時無刻嘅陪伴。